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我们站起来，我们一起来用这首歌，让赞美飞扬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我们一起用这首歌，我们拍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美丽的时刻，我们相聚在一起，神的爱拥抱着我们，神的灵充满着地。当晨曦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园，击鼓跳舞扬声欢呼，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是的，是一个很美丽的时刻，让我们可以相聚在一起，好不好？我们就跟我们的隔壁的人，我们去找3个人、5个人，我们就跟他讲说：看到你真好，看到你真好，看到你真好。在这美丽的时刻，我们相聚在一起，神的爱拥抱着我们，神的灵充满着地。当晨曦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园，击鼓跳舞扬声欢呼，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赞美的声音从我们的口里面出来，让这个音符就在这个长空，在这个7楼当中来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赞美再一次，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再一次，再一次，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在这一起聚集。我们一起用祷告，我们一起用我们的声音，我们要来服侍你，要来敬拜你，要来跟随你。主，愿你亲自掌权在今天晚上当中，让我们每个人在这边，我们所透过我们的敬拜，透过我们的祷告，让我们都被神教导，都被神带领，也都被神祝福。也愿我们今天晚上的祷告会也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谢谢主，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继续来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正义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人。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再一次，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正义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知道我这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们要见神荣光的那一面。我们再一次用我们很美的精神，我们一起用经文来献上我们的赞美给神。请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我们一起向神来献上祷告，为了自己跟神面前来献上感谢与赞美，因为神是施恩、帮助、安慰的神，我们一起来赞美他。我们的主是垂听祷告的神，4月底所赐下的恩雨，让台湾的水库呢有很好的效益，帮助这个稻作灌溉。我们要将一切的荣美、荣耀、赞美归给天父上帝。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来向我们的神祈求，感谢他。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是垂听我们祷告的神。主啊，让我们的当中，谢谢你恩待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到神面前来向神求助。谢谢你，谢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做喜事的主，因为你是做喜事的神。谢谢你，在你以外我们别无救。那使我们有盼望、有信心、有勇气、有力量的主。主，你是那叫我们抬起头的主。主，你是让我们的事情，让我们能够去面对困境、面对问题，我们仍然能够坚强在你的主。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谢谢你为我们所创造我们现在所经历。主，我们谢谢你，你是垂听祷告的神。雨水降落在全台湾的水库，在4月底已经足够帮助水稻灌溉。感谢神丰盛的供应，我们要更多善尽管理者的责任，把荣耀归给神。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请坐。继续，我们要为全球、国家还有城市来祷告。我们一起来读经文，4篇46篇第10节，请。他使战争止息，直到地极。他把弓折毁，把矛砍断，把战车用火焚烧。你们要住手，要知道我是神。我要在列国中被尊崇，我要在全地上被尊崇。我们为了国际冲突还有战争的局势来祷告。这个近日俄乌战争，还有红海的
危机情势紧张，为了当地的人民还有海上的商旅来呼求神的平安降临，救他们脱离凶恶，也求主来掌管地上领袖的心，愿主的和平还有智慧与他们同在，使他们能够做出合神心意的判断还有决定。为了中东和平还有反犹现况来祷告，当反犹声浪在各地兴起的时候，求神赶除其中的谎言。愿全球的基督徒能够站在神的旨意当中祷告，宣告神的慈爱还有平安临到，特别保守以色列、巴勒斯坦、伊朗、黎巴嫩等国能够止息战争，保守赐福无辜的百姓。我们为了5月20号，就是这个月赖清德总统即将就任，求主赐福给总统治国的智慧，倾听民意，以诚实正直成为国人的表率，在国际局势还有两岸互动上，能够为人民创造利基。我们再来读这一个经文。用诡诈之舌求财的，就是自己取死；所得之财，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好，我们为台湾来祷告。面对台湾日新月异的诈骗案件，还有多起的偷渡案、人蛇集团，我们要为其中贪心的罪悔改，求主赦免。愿圣赐下智慧，帮助国人有更多明辨的资讯，保守保守身家财物免受亏损，并赐福警政单位有公义还有恩典，有效的来打击犯罪势力继续的蔓延。我们一起开口同声，为了国际，为了国家，为了台湾，一起来祷告。我们开口同声来祈求，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为了国际战争的局势，主要为了中东，主要为了犹太民族，主要为了我们全球，这是你所创造的，这是你所创造的受造物。主要我们谢谢你，求你来继续的恩待，无论是在战争，无论是在这个饥荒的情况下，无论是在总统的就任，或者是在这个诈骗的局势有非常多的情况下，主我们求你来恩待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更多的当中，主要求你来赐福人民的需要，而不是自己的需求。主，我们要为着台湾来祷告。5月20，我们的总统将要就任，求主亲自带领我们的台湾，让台湾能够开创出一个。亲爱的天父上帝，全能的父神，我们看见国际局势的动荡，许多国家的征战。主啊，我们就想起圣经当中所说的，这日如同那灾难的起头一样。主啊，我们将我们世界每一个国家都交托在主的手中，特别有战争的国家。主啊，求主你怜悯、看顾，赐给谦卑的心，让执政掌权的，让他们能够爱这个地球，也爱这个国家，能够做出合神心意的决定，让战争能够早日的止息。主啊，我们将这些有战争的国家，每一个受伤、心理受到创伤、失丧灵魂的家属，都交托在主你手中。求主你带领，求主你保守，求主你安慰这些的人。主啊，为着我们国家来祷告，求主帮助新的执政掌权，在5月20号要上任的总统及这些行政官员，让他们有智慧、有能力，为人民的福利、为国家来的利益来做预备，来做执政。求主你也让两岸的国家、两岸能够和平，在人民当中能够做出好的政策。求主帮助，求主看顾。也在台湾人民当中有许多诈骗的事情产生，求主你赐给人民有足够的智慧，能够来抵挡这些诈骗的行为，也让执政掌权的有好的方式来遏止这些诈骗的集团能够持续在台湾造成的影响跟伤害。我们将这一些全然交托在神你的手中，求主你保守，求主你看顾。我们这样感谢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继续用这首歌，我们来敬拜神十架的爱。用我们这首歌来敬拜他，来欢迎神。谦卑的君王，荣耀的
荣耀的君王，你甘心卑微顺服，生命在十架上，谦卑的君王，荣耀的君王，我的意志因你变善，无尽恩典我心感恩。十架的爱，十架的爱何等奇妙，超乎我所求所想，洗净我罪，脱离污秽，穿上公义洁白衣裳。十架的爱何等奇妙，我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带我重回天父怀抱，在永恒里我不停歌唱十架的爱。是的，就像这首歌一样，他说十架的爱何等的奇妙，我们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带我们可以重回到天父的怀抱。让我们继续就用这首歌，在这永恒里面，让我们不停地来歌唱，一起来唱。十架的爱何等奇妙，超乎我所求所想，洗净我罪，脱离污秽，穿上公义洁白衣裳。十架的爱何等奇妙，我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带我重回天父怀抱，在永恒里我不停歌唱。再一次来唱。十架的爱何等奇妙，超乎我们每一个人所求所想。十架的爱足以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脱离污秽，让我们可以穿上公义洁白衣裳。十架的爱何等奇妙，我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带我重回天父怀抱，在永恒里我不停歌唱，带我重回天父怀抱，在永恒里我不停歌唱十架的爱。主，我们谢谢你，你的爱让我们不再一样。谢谢你，让我们经历你的信实、医治、恩典。我们一生要在你的殿中仰望你的荣美。主，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好，那个帮我按一下，好，谢谢。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我们今天要用那个罗马书的经节一起来分享。那我念一节，你们念一节，8章22到27节。张宇，好，我们知道，直到现在，一切被造的都在呻吟，好像经历生产的阵痛。因为对不起，我来按，好。不止被造的是这样，我们这些得到出手果子，
就是得到圣灵的人，也在心里叹息呻吟，等候上帝收养我们做他的儿女，使整个的自我得自由。好，24节，因为由于盼望我们得救，那看得见的盼望不算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看得见的呢？如果我们盼望那看不见的，我们就会忍耐等候。同样，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原不知道该怎样祷告，可是圣灵亲自用言语所不能表达的叹息，为我们向上帝祈求。洞察人心的上帝知道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依照上帝的旨意，替他的子民祈求。阿们，谢谢。这个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罗马书第8章。那前面的章节呢，这个说是上帝借着律法，借着耶稣的献祭除掉了罪，好叫律法所要求的义在我们身上成就行事，就是行事为人是不靠着肉体的，乃是靠着圣灵的。所以这是可以解释说，这个律法所要求的义呢，是神的爱。阿们，阿们，可以哈，这样有正确。好，那这个每一次啊，读进这个罗马书的时候，就好像读到那个理科当中的逻辑思考一样哦。我觉得它有很多这样翻来翻去，翻来翻去。那我觉得用我的理解来说，就是说从基督徒的生命，从理论到实际，就是说，我知道是有，但是呢，好像离得到，或者是做到，或是活出来，还有一段的距离。就像我们我们如果休闲的时候，我们去爬山来讲，爬山的时候，我最喜欢看什么呢？那个路上已经告诉我已经走了500公尺，我已经走了800这样子。那你远远都看啊，对，我们上个月去爬那个首尔塔，对，远远看那个塔一直在那边这样子，但是你就觉得怎么会走那么久？所以我就只能看着那个里程一直去哦，就是说。那快到的时候啊，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跟我一样，我的那个心跟脚都会问我说是不是要回头这样子，就有看丢这样子哦。好，那他说用以色列人要进入应许之地来比喻的话，约书亚记1章的2到3节，就是他叫以色列人。就是说，往我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方去，就是迦南地。那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呢，都要照着我所应许的赐给你们。所以理论上是已经得着了，但实际上呢，其实还并没有占有那地，对不对？就是迦南人还在那个地方食用。那神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摧毁耶利哥，但是以色列人如果不征战、不行动、不去绕那个城的话，是不是就得不着？好，所以神的应许跟我们的行动是一样，所以就是说，没有决心、信心、耐心就得不着。那所以我觉得常常反思，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是一样。那我们常常听说，这宗教会改变人的外在，我们变得就是很干净啊，常常剪头发啊，会穿得很整齐啊，穿白色的衣服，觉得很圣洁这样子。但是神却改变我们，是从我们的内心开始来改变。那愿神来帮助我们的生命呢，有圣灵的同证。我们是从神而生，不是属肉体，乃是属灵的。好，那这个阵痛中的叹息呢，我用22到23节哦，就是说他这边提到两个叹息。那受造之物的叹息，就是旧约在呈现这个受造世界渐渐衰微的景象，就好像我们现在常常在祷告这个缺水啊、缺电啊，或是地震的一样，好像在经历生产。礼拜1是佳瑜生小孩嘛，我就不知道他的阵痛多少，我就很想问他第3胎是不是生很快这样子哈。那这个经文应该生很快了，好，那后面有生过第3胎，我等下来问问看他。好，这个经文写说，我们知道，也希望我们对受造的世界的叹息可以有所回应啊，哈，就是说我们现在缺水缺电，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所回应？不是说，这个新闻好像说这个圣婴现象啊，今天是不是又变很冷这样子哈？然后就天气举棋不定。我上个月去那个韩国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哇，他们全民有这个保护地球的感觉，你知道吗？没有人在开冷气的，
饭店也不开，然后百货公司也不开，计程车也不开，这样子。因为韩国人很凶嘛，所以你刚刚讲说可不可以开冷气？饭店的时候，他就说你开窗户就好了。就想说我有开机，那也给我要开窗户的话，就是说，我觉得。就是今天在讲说这个受造之物，就是我们的世界发生了这样子的呻吟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去回应它的？我觉得这个可以，我觉得很可以帮助我们思考。那第二个叹息，他说是基督徒的叹息，就是我们得到圣灵出手的果子，但是其实我们常常为了我们的软弱在叹息这样子。我们常常的祷告就是说，求你赐福我，还有保护我，还有保护我的家人。阿们，就这样子而已。但是神没有要我们只看见自己的问题，只看见自己眼前的东西。那保罗用这个，我觉得他用这个经文来提醒我们，就是说，不要只为关心的事情祷告，那更要为神的这个受造物、这个世界的美好救赎来祷告。罗马书12章2节有一句经文是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相信我们的心如果强壮起来，我们的心意如果改变的话，我们就会可以去体会神的心意。那后面呢？好，对不起，我可以放这个，好。然后第二段是我看24跟25节，就是说被神的灵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子，他是与神的灵可以一同叹息，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说，哇，神心痛的时候，神疼惜的时候，像今年祷告会每一个礼拜都有为了全球这个战争在祷告。那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常在看新闻的人，透过这个祷告，你就会对这个事情很有感。我相信这也是神会看作是很伤心的事情。那他说与神的灵一同叹息，那这个叹息他说跟人的挫折失落的叹息呢是有不同的解释。那保罗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不是有曾经下监牢被鞭打，然后他四面受敌，而且他心里作难，但是呢保罗却说这个叫做自战自轻的苦楚，这是为了要成就我们将来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他后面有一个经节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如果有圣灵在引领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愿意忍耐等候。当然这个是一个学习，一个生命的成长。就像有没有在做那个重训嘛？你们知道那个重训，但如果你没有每次去的话，你没有规律，我现在就听人家我礼拜2都是我的重训日这样子你没有规律的去，或是你的这个负重的能量如果不够的话，你可能就很难长出这个肌肉来。然后我想说，我觉得神也是透过很多的每一个事情，在帮助我们长出这个属灵的肌肉来这样子。那最后一个是人的圣灵人的软弱是有圣灵的帮助。那这个经文我看有第三个叹息，第三个叹息就是圣灵的叹息。因为人的软弱是很有限的，我们的悟性、我们的感性，甚至我们的理性，常常都让我们没有办法去承担很多的事情。那可是我们可以有圣灵的帮助，这是我们很有盼望的事情。那圣灵是有位格的，如果圣经用鸽子来形容这个圣灵的敏锐，因为我们可以学习与圣灵互动，听见圣灵，把自己交给圣灵代理。那请敬拜团可以到台上来，感谢主，感谢神要主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可以得着这个真实的释放，因为神与我们同在。那我请敬拜团上来的时候，麻烦诗琴也要上来，谢谢。好，我们可以依靠圣灵，可以如何祷告，让我们让神借着圣灵，让我们有这个又真又活的生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用诗歌来回应。愿神的话帮助我们，愿诗歌帮助我们，愿祷告帮助我们，更多的进到神的当中来。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
们专理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主，我们是属你的子民，就赐下父神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复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里。你闭着眼看着耳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我们呼求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专理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主，我们国家是属于你，求你来掌管全地。愿你来怜悯医治这地，荣耀再次降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里。你闭着眼看着耳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复兴这地，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我们为了自己来祷告，求主圣灵来牵引着我们的心，使我们是有盼望、有眼光，能够看见，有信心，能够等候做新事的神作为。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就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求你来赐福，就在我们的里面。主啊，谢谢你，让我们不是靠着自己，让我们常常靠着神，因为生命是从你而来。让我们不只是靠着你的生命，更是见识到这个活着的生命，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生命的来引领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求主来提升我们，领受新的来创造我们，要学会做新事，有主管的求主你帮助看顾我们，有信心来跟随你，有出神的眼光，做神所需的器皿。主啊，带着盼望，带着信心，勇敢向前，不偏不倚。圣灵，你牵引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有盼望、有眼光的看见，有信心的等候。神，你是做新事的神。我们要说，你在我们的生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你要使我们成为那不一样。主，求你来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依靠着你，来亲近你，来继续的成长。谢谢你每一天与我们同在，保守在我们的当中。谢谢主，我们赞美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坐。我们
们要为教会来祷告。好，为教会来祷告。为了这个主日是5月12号，我们要庆祝母亲节。感恩礼拜呢是联合礼拜，是一场早上10点开始。我们为着场地的安排、礼拜流程，还有儿童牧区的服事，那总务部预备礼物的事项来祷告，求主来赐福每一个环节，让整场礼拜都顺畅，成为馨香的祭献给神。第二项，我们为教会祷告是5月26号下午3点，是陈柏志牧师要受职感恩礼拜，为着当天的天气筹备服事会友，还有远道而来的客人亲人，求神来掌权，保护看顾当天一切的所需，保守前来的每一位兄姐。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在这当中。主啊，求你赐福在我们的里面。主，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待。主啊，赞美你的恩典。主，谢谢你赐福在我们的当中。主，我们为了母亲节来祷告。主，我们为了陈柏志牧师的就任礼拜来祷告。主啊，谢谢你恩待了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来亲近你。主啊，求你赐福，继续的在迦南教会当中要行美好的事情。主啊，不论是我们在小会碰到的事情，我们不同这个的事情，主啊，我们都紧紧的来仰望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神，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当中。谢谢主。现在要特别为我们迦南教会，主啊，您自从设立迦南教会到目前为止，已经将近60个年头。主啊，我们在民间所谓的一甲子，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更替。主，你也差派了我们主任牧师陈牧师，到我们教会来。主啊，我们再一次的要为着教会来向您祈求，求主你带领更多的我们的年轻的会友，勇敢的在承担我们教会的一些服事，不要为着工作，不要为着家里。主啊，我相信你会为勇敢承担这些任务服事的我们弟兄姊妹有做更好的恩赐跟安排。主啊，我们要再一次的复兴迦南教会。主啊，我们谢谢你。再来下个主日就是5月12号，我们为了庆祝母亲节的感恩礼拜，我们是联合礼拜，对吧？我们只有一场，也是为着我们教会所有的预备，以及儿童牧区的整个服事，以及我们致赠给母亲的一个小礼物，是吧？希望各项事情的安排都由主你的带领，成为给母亲最好的一个礼物。在5月26号的下午3点，我们也要为陈柏志牧师的受职感恩礼拜，为着当天的天气，求主你赐下不下雨，而且不会有大太阳。在筹备的各项事务以及来宾，还有我们所有的会友，都能够顺顺利利的，依着有次序的来做好这样的一个受职感恩的礼拜。我们为以上的事情来感谢，这样的祈求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感谢神，我们可以一起来祷告。我们现在要彼此代祷，那请我们两位可以找同性别的，我们可以彼此关心一下，为他这一周的感谢来祷告，为他这一周的需求来祷告哈，我们一起互相可以彼此祝福。我
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着眼看着耳垂听，奉主你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复兴这地，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好，感谢主。我们继续要为了我们的肢体来祷告，为了成人牧区年老体弱的有这些名字，我们请左边的弟兄姐妹来看一下哈，陈淑、吴淑月、李秋红、周淑勋、吴金红、杨阿丑、何百川、谢松郎、林张碧、赖中川、冰秀兰、陈立志、杨万成。我们为了年老体弱的弟兄姐妹，那这边我们为了癌症的好不好哈？稍微看一下有没有印象？这样，陈庆忠、陈丽玉、陈丽娟、郑慧英、黄哲、杨淑娟、杨玉明、赵慧珍、李齐雪玉、张木星、陈静香、王秀、于诗梅、黄丽莲、刘长业、吕淑英、黄丽梅、林俊杰、谢秀凤，我们一起为这些弟兄姐妹，我们来提名来为他们祷告。年老体弱、癌症，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我们虽然只是人民带过去，但是神你了解他们是谁，神你知道他们是谁。主啊，谢谢你，求你继续来赐福在我们的当中。主啊，赞美你，赞美你这荣耀的见证。主啊，这个荣美的见证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能够得着。主，谢谢你来赐福在我们的当中。主啊，谢谢你，强壮他们的身体，你让他们的身心在他们的里面，让他们在身体病痛让他们在寻求每个医疗的过程当中不失去盼望。他们与神连结，他们与教会有很好的关系，主要他们与弟兄姐妹很好的关系，他们与他们的家人很好的关系，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关系的连结当中成为那个喜乐的人。因为你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继续的赐福保守在我们这些弟兄姐妹的身上。我们谢谢你，为了癌症的，为了年老体弱的，主啊，因为唯有你是他们唯一的帮助，唯有你是他们的拯救，你是他们的依靠。主，谢谢你，我们要向这些弟兄姐妹来代求，他们现在不常出现，但我们仍然来纪念他们的名字。我们赞美你，主啊，谢谢主。怜悯爱我们的神，我们来向你祈求，为我们所爱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在病痛当中，在软弱当中，仍然不失去盼望，在失落当中，仍然仰望神，不偏离。主，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信心来依靠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继续我们要为了对不起，还有病痛的哈，病痛者为了康智慧、彭碧英，还有真正人牧师陈丽英、黄崇伟、陈静香，还有最后一个成人牧区是为了康佳瑜的生产来感谢哈。5月6号，这是一个很大的喜事哦哈。然后那把这些那个人名那一页再帮我固定一下，对，上一页。好，谢谢我们一起同声来祷告，主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恩待了我们，主啊，求你赐福无论这个在每一个病痛的当中，让我们来依靠神，主让我们来依靠你，主因为你是我们的帮助，你是我们的拯救，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高台，主谢谢你，就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求你赐福，求你在我们的当中，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恩待了我们，谢谢你。赐福在我们当中，谢谢你，弟兄姐妹，他们的身心灵全系都被照顾，都被医治。我们也为佳瑜献上感谢，谢谢你让他生养众多，让他在第3胎顺利的生产完。主求主你祝福这佳瑜的一家。主，我们赞美你，你是我们的力量，你
你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我们一切帮助，你是我们的拯救。我们为了病痛的弟兄姐妹来向神来祷告，求神你成为他们的帮助，他们仰望定睛的地方。主啊，当他们软弱的时候，求神你给他们盼望，求神你赐给他们喜乐，因为喜乐的心乃是良药，让他们这个身体衰落的时候，心灵不至于枯干。谢谢你与他们同在。我们为了嘉宇小组长的新生儿平安，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主，你赐下美好的产业，荣美的见证在我们当中显现。我们赞美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继续，我们要为了青年牧区还有儿童牧区来代祷哈。为了青年牧区第一项，感谢神的带领，我们乒乓梭罗桌的活动还有定期会都顺利的完成。求主继续赐福我们的牧区的凝聚力，同工委身迦南教会的心智。那第二点，为了青年牧区6月的退休会，我们要准备规划内容。那求主帮助我们的同工在预算还有车辆的安排、房间的分配、活动的流程，都依靠神有智慧还有协调力。为了儿童牧区，求主保守带领母亲节、儿童主日联合礼拜的服事顺利，孩童、亲子、同工在服事当中领受主的爱，灵命成长。求主帮助阿嘎贝品格夏令营筹备工作、志工招募还有学员的报名都能够顺利，同工有智慧还有能力来处理各样的问题，让事工进行顺利。最后，我们求主来帮助儿童牧区的领袖同工，有神所赐的爱心，还有智慧，让孩子能够有敬虔，还有活泼的聚会，培养孩子正确的信仰态度。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主，谢谢你的恩典，主啊，谢谢你就在这当中，主，谢谢你，主啊，是你赐给你就在我们当中，主啊，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主，谢谢你让我们的教会的青年还有儿童，我们有这么好的资源，主啊，真的是谢谢你就在我们的当中，不让他们不止青年不只是在教会长大，他们更是在教会茁壮，主让他们更有信心在教会来帮助他们转型，有一个适合他们的聚会。主啊，谢谢你为儿童牧区今年的倍增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求你继续的带领就在我们的当中。主啊，谢谢你，我们献上我们的赞美。主啊，哈利路亚，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帮助，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高台。主啊，求你来赐福在这当中，我们赞美你，谢谢主，谢谢主，主啊，谢谢你。青年牧区、儿童牧区，在未来的时代上，大有能力，大有智慧。主，我们赞美你，你是做新事的神。我们为了青年牧区来感谢乒乓售肉桌的活动，在欢喜快乐当中完成。我们为了青年牧区的定期会凝聚同工之间的共识，求主帮助我们再来的退休会筹备会议有好的协调。继续，我们为了儿童牧区祷告，母亲节主日的服事、夏令营的学员还有志工的招募，依靠神能够顺利的进行。也为了儿童牧区的领袖同工有神的恩赐，带领最年轻的一辈，求神纪念他们的摆上还有付出，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一起从座位上起立，我们要向神献上赞美的祭，我们要向神献上赞美的祭，因为他是配得我们称颂的。赞美主生命，赞美主生命，你名在全地可纪念，你心是广大，怜悯不断绝，爱永远长存，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看顾大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约，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让我们赞美主的生命。生命，赞美主生命，你名在全地可纪念，你心是广大，怜悯不断绝，你
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约，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可以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约，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哈利路亚，阿门。感谢主，好，感谢上帝带领我们今天在这边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一摆用我的恶乐，用我的感谢来献给你，因为你是听我的悲上帝。你是使无变为有，使水变为酒，是使人从死里复活的神。主啊，我们要献上我们的赞美，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我们知道，在人所不能的，在上帝你凡事都能。主啊，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的难处，你知道我们不会当我们不知道如何祷告的时候，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讲不出的吐气，为我每一个兄弟姊妹集体来祈祷。亲爱的圣灵，求你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向我们来吹气，在我们的绝望当中向我们来吹气，在我们的担忧当中向我们来吹气，让我们能够领受那更新的生命，让我们不为明天忧虑，让我们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上帝那善良纯全的旨意。主啊，我们也把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把我们的肢体，把我们的教会，把我们的社会、国家都带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主啊，我们知道你是掌权的上帝，你是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嘛永远伫地上帝。阮的国家拢伫上帝你的手中，愿上帝你是阮带领祝福，特别是阮的总统赖清德副总统，伫这个月要来争做全台湾的总统，带领台湾2300万的百姓头前未来4年到8年的路站。愿上帝加添智慧，互阮台湾百姓拢会当来得到福气。主，阮这个时阵要搁一摆伫主的面前献上阮的感恩，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也与每一位上帝所爱的儿女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咱搁一摆拍婆好兄弟，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可以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约，神的膏油就必最后一次，让我们看大声。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可以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约，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哈利路亚，阿门。咱拍婆将应该归给上帝，哈利路亚，阿门。愿上帝带领施恩祝福。等咱要来结束今天祷告会以前呢，跟旁边弟兄姐妹再一次握手来祝福。好，愿上帝赐福大家，也赐福在线上参加祷告会的弟兄姐妹。愿上帝祝福你，成功，心想事成，肯定成功。你手真正有够